大家坐好位啊！如果坐墊就揾返個舒服嘅姿勢喎。我哋今日要聽嘅嘢可能同你有關喎。我想問你哋一句：最近呢排你哋係咪覺得有啲唔對路？可能係心口悶悶地，好似有啲嘢梗住咁。可能係瞓覺瞓得唔安樂，成日發夢，又或者係身邊嘅人脾氣忽然變差咗，成日為啲雞毛蒜皮嘅事嗌交。你以為係自己許多咗？定係公司環境唔好，定係純粹怨氣衰唔好？咁快落結論？我做呢行咁多年，見得多，每逢流年轉換嗰陣，好多人都會不知不覺間感覺到一種講唔出嘅壓力呢。種壓力唔係無端端嚟嘅，係有原因嘅。今日我哋就嚟拆解一下2026年下半年邊幾個生肖要特別打醒12分精神。唔係嚇你哋，係想你哋早啲知，早啲有數，為唔好等到出咗事先至發早知坐穩，聽落去好獎。之前我要同你哋講反嘅道理，等你哋明白點幾會有流年沖犯呢？家嘢唔係我作出嚟嚇你哋嘅。中國人睇命理講究一個字叫動，天地之間個契成日都喺度轉緊，唔會停低。每一年呢都有個主宰嗰年氣場嘅生肖同埋五行嘅力量。今年係丙午，年屬馬，五行屬火，而且係雙火之年。天干丙屬火，地支午都屬火，火次特別旺。火旺本身唔係壞事，旺哥啱好就係添丁發財，事業紅火。但係旺個龍就變成坐呢，仲坐砌去到下半年，即係踏入秋冬。火砌本身應該修煉嘅時候，佢反而因為同某幾個生肖嘅本命產生咗衝擊，形成一種學術上叫三成嘅格局。三成呢兩個字聽落好似好高深，其實好簡單。你可以將佢想象成三個人本身各有各嘅性格。本來相安無事，但係一遇到某種特定嘅場合同氣氛，就會忍唔住互相頂撞，愈頂愈正，最後搞到三敗俱傷。今年下半年就係咁嘅一個場合，有三個生肖，佢哋個本命力量同今年嘅流年氣場形成咗呢種互相牽扯、互相刺激嘅關係啦。種關係唔會即刻搞到你天崩地裂，但佢會好似一條慢慢磨損緊嘅繩，喺你意想唔到嘅位，一路消耗緊你嘅怨氣、你嘅精神，甚至你嘅人際關係。呢個唔係嚇你，係想你有個心理準備，因為知道咗你就可以避得到，唔知道你就只可以認實。跟住落嚟我會話你知邊三個生肖中周同埋佢哋分別去喺邊方面感受到呢種壓力。好，講到呢度，我知道好多人心裏面已經開始緊張，執住想知自己中唔中周。唔使急，我一路講一路話你知。不過喺講之前，我想同大家講一句，你哋記住呢個節目唔係想大家聽完就驚傾，成日提心吊膽咁過日子。我一路都同大家講，命理呢個嘢係俾你哋用嚟驅節避凶嘅工具，唔係俾你哋用嚟自己嚇自己嘅。跟住落嚟嘅內容，我會將呢三個生肖逐一拆開嚟講，每一個生肖會遇到咩樣嘅考驗，背後嘅道理係咩？仲有最緊要嘅就係點樣化解。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嘅生肖喺下半年應該點樣趨吉避凶，記得留意埋去片尾嗰段，我去教大家幾個簡單唔使使錢嘅方法去化解呢仲流年壓力。好，唔講廢話，即刻入正題。第一個要講嘅係屬虎嘅朋友。屬虎嘅你今年下半年最明顯感受到嘅係一種有力冇處事嘅閱文。你可能會發現自己好努力咁做緊嘢，可能係公司度咁嘅新方案，又或者自己搞整個小生意，你付出咗好多薪資，但係結果總係差咗嗰一步。你唔係唔叻，你只係撞正咗個唔啱嘅時機。點解會咁呢？屬虎嘅本命地支係人，而今年流年地支庚午，壬午本身嘅相合嘅，睇落好似幾好，但呢總合加埋今年虎氣過旺呢個因素，就會演變成一種學而生成嘅格局，即係話個學字底下其實暗藏緊成嘅力量。即係咩意思？我用個好簡單嘅講法話，你知你有冇試過同一個好朋友平時感情只咁好，但係一齊夾份做嘢反而愈做愈唔啱，
生契最後喪咗，和氣屬虎。今年個情況就有啲似咁，表面睇落機會嚟緊，實際做落去先發現草草都係暗湧。所以屬虎今年下半年特別要注意兩樣嘢。第一就係合作關係。如果你今年有新嘅生意夥伴或者新嘅合作機會擺喺你面前，唔好心急簽約，起碼要摸清楚對方底細，多做幾次深入嘅請談先做決定。第二就係脾氣管理，刑木本身就旺，遇着今年咁多可氣，你會發現自己特別容易嬲，特別容易同人爭執，尤其是喺屋企同枕邊人或者父母各種最貼身嘅關係，最容易因為一啲小事而嗌交。化解方法都幾簡單，第一，隨身可以帶一啲屬水嘅小事木，例如係黑曜石手鏈，水能夠自可，等你個人冷靜返啲。第二，屋企或者辦公室可以擺一杯清水，每日換新水呢，個劑老一輩轉落嚟嘅做法，唔使幾多錢，但係有安神定氣嘅作用。第三，最緊要都係嗰句，遇到嬲嘅事，唔好即刻爆數，1、2、3，深呼吸先開口。第二個，要揀屬猴嘅朋友，屬猴嘅你今年下半年感受到嘅壓力，可能唔係嚟自工作，而係嚟自健康同埋屋企人嘅健康。你可能發現自己今年特別容易攰，瞓覺都好似冇精神，又或者係突然間身體某個部位開始出現小毛病，睇醫生又話冇乜大礙，但就係唔舒服。仲有呢，你可能會留意到屋企啲長輩，尤其係父母，今年特別多小病小痛，成日出入醫院。屬猴地支係申同流年，5係成一種傷害嘅關係。屬數上較5申傷害呢，重害力量唔算好勁，但佢係一種持續嘅消耗，好似漏氣咁。你唔注意，但係日積月累，就會令到你個人狀態越嚟越差。呢個時候，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好重要嘅心法。好多人聽到健康有信呢4個字，就即刻到最壞嘅情況，成日疑神疑鬼。其實大可不必呢一種傷害嘅格局。喺絕大多數情況時反映出嚟嘅係一種提醒，提醒你今年要對自己身體加多啲留心，唔好再挨夜挨到成個人散細，唔好再食嘢，冇定時屬猴。今年下半年要做嘅嘢好簡單。第一，如果你一直有拖延症嘅身體檢查，今年下半年換個時間去做返一次，唔使等到有病先睇醫生。第二，屋企啲長輩，多啲留意佢哋嘅日常起居得閒，打多幾個電話返屋企，唔係淨係逢年過節先問候。第三，飲食方面盡量食清淡啲，少啲煎炸嘢，因為今年可氣本身就旺，你再食好多做日嘢，等於火上加油。化解方法可以喺牆頭擺一個裝滿清水嘅小碗，取其以水潤身嘅意思。平時得閒都可以練下深呼吸，或者做啲溫和嘅運動，例如散步、瑜伽，唔使做得好緊，但係要持續，等個氣血慢慢調順返。第三個，要揀屬蛇嘅朋友，屬蛇嘅你今年下半年最主要感受到嘅壓力落喺人際關係方面，尤其係啲你以為信得過嘅人身上。你可能會發現有啲平時同你幾好嘅朋友，或者生意上嘅派檔，忽然間開始講嘢大刺，或者背後講你是非。等你知道嗰陣已經傷咗感情，又或者你借咗錢俾人，人哋遲遲都唔還你，想開口追又怕傷和氣。屬蛇地支係巳同流年，5係可氣相連，本身巳午都屬可，睇落好似同生同氣，但正正就係呢種太過相似嘅力量。加埋今年嘅承衝格局，會令到人際關係上面出現一種表面日露暗地裏計較嘅情況。你身邊嘅人際圈子今年會特別考驗你，識唔識分辨邊個係真心對你好，邊個只係想攞你着數呢？個唔係化屬蛇，今年會諸事不順，黑相反呢個係一個機會。等你睇清楚身邊嘅人有啲關係經得起考驗，會越嚟越實在。有啲關係本身就係輸嘅，今年就會善成。屬蛇今年下半年要注意兩樣嘢。第一，借貸方面要格外小心，唔係話唔可以借俾人，但係大額嘅金錢往來最好白紙黑字寫清楚，唔好只係口頭承諾。第二，講嘢要留意分寸，你自己可能冇心，但係今年講嘢容易被人誤會，得罪咗人，
自己都唔知化解方法，可以喺身上或者人煲裡面放一件數根嘅小物件，例如係一個小小嘅銅錢羹，能夠泄火，都可以令你個人講嘢冷靜啲，唔會咁易同人有口角。第二，特前可以主動請相熟嘅朋友食餐飯，唔使講咩大道理，單純聯絡下感情，有時候一餐飯就可以化解好多唔必要嘅誤會。好，講完呢3個生肖，我知道好多人會好喎。咦？如果我唔係屬虎、屬猴定屬蛇，係咪就即刻冇事？唔係咁講嘅。流年嘅氣場係影響緊全世界所有人，唔會淨係剪3個星號嚟針對。淨係話呢3個生肖感受會特別強烈、特別直接，好似風暴嘅中心。咁至於其他生肖呢，你都會感受到今年落半年嗰種坐火之刺，只不過力量冇咁集中，冇咁明顯喎。譬如話屬鼠、屬龍嘅朋友，同今年流年細半合嘅關係運勢反而會有啲助力，但有留意就可賜旺，容易心浮氣躁做決定，唔好太激。屬牛、屬羊嘅朋友，今年就相對平穩，但都要提防身邊嗰啲屬虎、屬猴、屬蛇嘅親友，佢哋今年情緒容易波動，你哋喺相處嗰陣都要多啲體諒。屬雞、屬兔嘅朋友，今年桃花運同人緣都幾旺，但係就要小心，太多桃花有時候反而會惹上唔必要嘅感情糾紛，記得剪啱先好行動，唔好貪一時開心。屬狗、屬豬嘅朋友今年整體平穩，但下半年財運方面要留意，唔好貪快錢，唔好聽信啲來歷不明嘅投資機會。總括嚟講，唔係得3個生肖辛苦，係大家喺唔同程度上都會感受到今年呢總可旺帶嚟嘅浮躁。所以跟住落嚟呢部分，我要下你知唔理你係邊個生肖，今年下半年你都可以做嘅幾件事，等你順順利利度過呢段時間。好。跟住落嚟，我教大家幾個方法，唔理你計邊個生肖，今年下半年你都可以跟住做，幫你穩定運勢，減低呢種坐火之刺帶嚟嘅影響。第一個叫安神水法，呢個做法好簡單，喺屋企嘅正廳或者你成日坐嗰個位置附近擺一杯清水，記得每日換聲，唔使加任何嘢落去，淨係清水就得水，能夠制可。呢個係老一輩傳落嚟嘅智慧，唔使使幾多錢，但係長期做落去，你會發覺個人心境都會平靜返好多。第二個叫正聲關息法，其實同打坐冥想差唔多嘅道理，但唔使搞到好複雜。每日得禪嗰陣，人5分鐘，坐低閉埋眼睛，係專心聽自己嘅呼吸聲，心浮氣躁嗰陣，人好容易做錯決定。講錯說話，你每日淨係揾返5分鐘，等個心靜返落嚟，你會發現好多本嚟會嗌交嘅場面，你都可以避得過。第三個叫言語積德法，今年可賜旺，大家講嘢都容易隔應同大刺，所以我哋更加要提醒自己講嘢之前多2秒，一句唔中聽嘅說話，可能就搞到一段關係破裂。相反，一句安慰嘅話，一句鼓勵嘅話，喺呢種造可之年，格外顯得珍貴。你講出去嘅每一句好說話，都係喺幫自己積福呢。3個方法都唔使錢都唔難做，難就難在你肯唔肯堅持命理呢？家嘢從來都唔係話你今年一定會點冇得改變，佢係話你知今年嘅風向係點，至於你點樣行存係你自己嘅選擇。好。講到呢度，我哋今日嘅節目都差唔多去到尾聲。我想同大家講，反轉頭講咁多，唔係想大家聽完就成日提心吊膽，凡事都合到最壞。過面命理家嘢係俾你哋用嚟做參考，等你哋心裏面有個底，知道幾時又謹慎啲，知道幾時可以放膽去做，唔係俾你哋用嚟自己嚇自己嘅。屬虎、屬猴、屬蛇嘅朋友，如果你聽完覺得咦講中咗好多，我最近嘅情況唔使經理，今日聽到呢度已經係第一步，知道咗你就可以提早提防，提早化解。冇聽到嘅人可能就要摸下氣，自己一路撞板，一路先至知道發生咩事。其他生肖嘅朋友都唔好掉以輕心，今年始終係和氣旺盛嘅一年。大家都要提防自己情緒起伏太大，凡事三思而後行。
如果你今日聽完呢，集心裏面有啲觸動，覺得講嘅嘢啱啱好講中你最近嘅心事，我想拜託大家做幾件事。第一，如果你覺得呢個節目對你有啲幫助，記得幫手幾個訂閱，開埋個小鈴鐺，咁樣新內容出嗰陣你就唔會錯過。第二，如果你身邊有朋友啱啱好嘅屬虎、屬猴或者屬蛇，記得將呢條片分享俾佢哋睇，等佢哋都可以提早有個心理準備㗎。呢個唔係麻煩事，係你關心緊佢哋，同時都唔該大家幫手係個讚，好等更多有需要嘅人都可以睇到呢集內容。第三，喺留言區度話，我知你係數邊個生肖嘅，今年下半年你有冇感受到我今日講嘅呢種壓力？你嘅分享可能就啱啱好幫到第二個同你有一樣經歷嘅人。好，今日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見。